各位，今個題目係金價創新高，轟動全世界啊！因為今年仲未過去，已經升咗50%，意思即係其中一半係今年升出嚟嘅，仲集中喺10月份升嘅。好多人以為戰爭爆發啦，係世界大新聞。金價創新高，就應驗咗2000年前嘅聖經啟示錄預言第3印。咁幾時爆價？就係2025年10月中，今年嘅未爆發前喺8月25，我嘅片嗰度我推算咗呢個爆發年份同埋季節期，所以我中咗預測。其實係喺2年前2023年，我按照聖經預言嘅進度推算出嚟嘅，屋企人知道嘅。呢個係我喺4年內中咗第2個預測，關於爆發聖經大預言。2年前2023年，我中咗末日戰爭嘅主角以色列出咗場。證據呢，請睇正片1分半鐘，就係馬福川啟示錄第1集嘅片頭介紹。補充預測嘅目標呢，係今年由10月至12月份會爆嘅，但係我驚遲爆，改咗去到冬季之內。片中呢有提及，我選擇前者就係咁嘅意思。詳情請睇6A 上集，我係講得比較清楚啲。喺8月25號我嘅片推測嘅時候，金價完全冇升浪嘅，請睇片6A 上集3分半鐘，大部分今集冇講嘅。估唔到啱啱2個月之後，金價就創新高啦。當時我出咗2條片，係講關於金價創新高，係因為當時世界嘅局勢突然間危險咗好多。各位，而家講黃金創新高嘅原因，係解釋啟示錄第3印嘅經文，詳細呢請睇正片第4集。又危險喎，因為第4印好快就爆噶啦，所以末日7年大災難又好快爆。因此啊，請各位要即刻信耶穌基督，先至及時得救，仲可以免受災難，得到永生。點解信咗耶穌會咁好呢？到時我會同你講。經文呢，全部一定係黑色嘅字。啟示錄第6章5節，揭開第3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3個活物說：你來！我就觀看，見有一匹黑馬。第2行，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。各位，我用黑色嘅箭嘴指住天平，咁樣解釋，係比喻乜嘢呢？黃金升值高。呢度聖經嘅比喻係黃金會創新高。你睇下，黃金喺上個月10月份先至創到最高位4400蚊。呢個第3印係承接上一個第2印，代表戰爭。我會喺正片第4集 B 詳細講嘅。上個月10月份黃金創新高，主要係每個國家都買黃金作為儲備，因為央行了解到核戰危機好大。下低嗰行，黃金創新高原因係極度通脹，即係貨幣貶值。核戰危機升級，所以黃金作為避險取代貨幣。2000年前嘅聖經講中咗而家世界嘅局勢。下低嗰行啟示錄6章6節，我聽見4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：一錢銀子買1升麥子，1錢銀子買3升大麥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左邊有個黑色箭嘴指住1錢銀子，咁樣解釋，即係當時嘅1天工資。有個黑色嘅箭嘴指住1升麥子，咁樣解釋，係當時的1天糧食。呢2個箭嘴咁樣解釋，即係表示極度通脹。我用紅色字就寫咗喺度，1天嘅工資只能夠賺到1天嘅糧食，只會發生喺戰爭嘅時候，糧食短缺。